歡迎大家收睇由香港電台製作2012立法會選舉論壇。今晚嚟到九龍西選區。九龍西咧一共係有9張名單係參選嘅，人數咧就話唔叫做多，但係相信咧可觀性一定相當強。首先發表政綱，我哋會按照各個候選人嘅號碼先後次序發言㗎。先請1號。黃以謙醫生係4屆民選區議員，100%真獨立，不保皇不搗亂，有經驗有履歷。請選人為才，投票支持1號黃以謙醫生。我係黃，係理工大學講師，基督徒，公義，男女平權，會全力爭取雙普選，改善你嘅生活。請支持2號黃碧雲、張文光團隊，多謝。民理服務九龍西26年，我哋唔會做 show 搏上鏡，我哋集中精力幫市民改善民生。譚國橋需要你支持，增添立法會重視民生嘅力量。支持3號譚國橋。各位市民，回歸15年，香港變咗好多。梁振英做咗特首2個月，香港變得更加厲害。國民教育未解決，新界東北開發可能成為深圳一部分。議會需要新進嘅力量咧，同大家一齊抗衡西環治港。各位九龍西嘅市民，大家好。民建聯服務社會已經超過20年啦，我哋一路關注民生、經濟、社區發展。希望大家支持做實事嘅5號蔣麗芸團隊，多謝。我係6號黃毓民團隊嘅嚴達明醫生。人民力量為基層發聲，為弱勢出頭。9月9號改朝換代，靠你手上面嘅一票，請支持6號黃毓民團隊。各位市民，你哋好，我哋係7號林依麗團隊，我叫何家權。我哋嘅主打政綱係要求政府立例將包二奶刑事化，同埋檢討外傭福利。9月9號請支持我哋7號林依麗團隊進入立法會，多謝。各位市民，過去4年，我哋以專業嘅精神服務大家係知道㗎。我哋唔會浪費時間喺議會嘅吵吵鬧鬧。請支持我哋專業加地區堅持做實事嘅8號梁美芬團隊。國民教育係洗腦教育，呢個係中聯辦嘅高官都自己承認嘅。你控制教育就係控制思想，就係控制一整代嘅人。請大家同我哋一齊拒絕大陸化，我哋為下一代。唔該晒9張候選名單嘅候選人㗎，我哋即將進入政策答問嘅環節，每張名單會有1分10秒嘅時間㗎。嗱，回答問題嘅時候呢，請事先呢係先示一示意，等我哋叫大家嘅時候呢，就先好回答嘅。首先第一個問題，想問一問區內嘅劏房同埋籠屋問題點樣可以解決，而住喺劏房同籠屋嘅居民又點算呢？2號。民主黨係贊成徹底定出取消劏房嘅時間表，全面解決基層人士住屋困難。劏房問題咧，就一睇咧就知道係香港嘅房屋政策係完全失敗嘅。劏房同籠屋有咁樣嘅供求，咁你話有火警危險啊，一定要取締啦。但係你即時將啲住客趕晒落街，咁叫佢去租邊度呢？嗱，我哋睇到你一定政府要首先呢就起多啲公屋，然後要復建居屋。我哋亦都希望呢政府係俾好多年啊，譬如3年上唔到公屋嘅人呢，係有租金嘅津貼嘅。我自己親耳聽過梁振英話嘅，炒樓啊好大問題啊！嗱，各位你睇下啲數據，喺10年來啊，我哋嘅私人單位嘅升幅呢係增加咗15% 個供應，但係我哋私人嘅業主嘅升幅咧係增加唔超過3%嘅，當中有好多炒家。梁振英親口自己都講過，係有大陸嘅炒家嚟，一定要佢重新檢討佢嘅港人港地政策。3號。劏房問題主要係特區政府係忽略我哋基層市民住屋嘅需要，由回歸前嘅35,000個供應，我哋而家得返15,000個。好明顯呢個施政嘅失誤，亦都建制派裏邊嘅民建聯同埋西九努力工聯會嘅成員呢，都係難辭其咎嘅。其實劏房問題呢，即係正反映到政府喺房屋政策度係有失誤嘅。我哋認為政府應該雙管齊下，即時呢，其實應該巡查多啲有關而家劏房，假如係違反咗消防條例或者係樓宇安全，同時中長期政策亦都應該要制定。究竟我哋房戶點解會發生嘅呢？咁然後我哋應該點樣制定房屋政策，而針對佢哋嘅問題，而幫佢哋解決住屋嘅問題。解決劏房問題，首先炒咗個發展局長陳茂波，因為佢經營劏房，
其他都係次要。炒咗陳茂波。好，1號。屋宇署喺執法嗰度係好模糊，我建議劏房要規範化，做好呢個執法工作。多謝。4號。喺市區重建策略上面咧，同高地價政策一定互相去配合。喺園區上面咧，能夠咧可以加建公屋，以至能夠咧減少市區重建所帶嚟嗰個遷徙等等嘅問題。另一樣嘢咧，應該政府政策係去落實同一啲社關機構係一啲臨時嘅一啲嘅叫做另類宿舍，可以咧俾一啲劏房居民有另類嘅選擇，以至可以將原有而家最急切嘅一啲劏房居民嘅生活境況咧，可以遷移去較好嘅地方。仲要研究呢樣。過去10幾年，你哋喺成個統治架構裏邊有局長、副局長、行政會議，有多位嘅功能組別議員。你哋喺房屋嘅問題、劏房問題，實際係冇幫我哋市民做啲乜嘢？你係咪應該道歉啊？7號。7號。劏房問題咧係屋宇署監管不力，法例上咧冇即時危險嘅就冇釘契、冇罰款，要求。8號。屋宇署太過軟弱，我哋要求政府係嚴懲違規嘅業主。此外，劏房嘅問題最重要就係香港缺乏咗一個長遠嘅房屋政策，政府有責應該立即增建公屋、速建居屋，同埋提供更多嘅土地供應，增加土地嘅透明度，馬上解決長遠嘅房屋政策問題。林美芬話要嚴懲劏房嘅業主，你贊唔贊成陳茂波要落台呢個劏房局長？無論邊個管，任何違規嘅業主，我哋都應該嚴懲。屋宇署係太過軟弱。好，我開個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問大家喺大家嘅心目之中咧，香港嘅最深層次嘅矛盾喺邊度嚟？2號。香港最深層次嘅矛盾呢，就包括貧富懸殊同埋我哋嘅政治制度實在太不民主，向既得利益工商界傾斜。更嚴重嘅就係中聯辦嘅日益干預香港嘅內部事務。其實貧富懸殊係香港問題係好重要嘅，但係點樣去產生呢啲貧富懸殊呢？我哋有啲咩嘢經濟嘅政策可以出政府去提供呢一啲更好嘅意見，幫助解決呢個問題呢？其實發展經濟產業多元化係好重要一關，未來我哋希望喺呢度多啲出謀獻策。7號。包二奶嘅問題呢係社會深層次矛盾嘅。係會引發家庭暴力、青少年吸毒等等嘅問題，政府一直忽視。6號。香港嘅深層次矛盾就係而家港共治港，要解決呢個深層次矛盾，就要打倒港共政權。我哋人民力量嘅立場非常之清楚，今時今日搞到咁嘅局面，就係因為啲保皇黨阿爺吹雞，佢必定一定跪低。偽民主派助紂為虐，姑息養奸。你話政制不民主，你又支持政改方案，係咪？一人兩票揾老襯，分區直選最實際。呢個已經係好清晰嘅，所以我呼籲各位選民，9月9號地區直選功能組別不投票，咁就可以解決深層次矛盾。人民力量同公民力量呢，都係收咗左派天恒集團杜玉鳳嘅贊助，喺紅磡隧道口賣40米嘅廣告要幾十萬。人民力量同公民力量一左一右都係中民力量，用嚟打擊民主派。請大家究竟邊一個先至係偽民主派？人哋話中聯辦有契女、隱形契女，我都想問下黃毓民，你哋算唔算係隱形契仔先？你講呢啲説話咧？只有白痴先會相信，講嚟講去三幅被，你收劉夢熊錢，收梁振英錢，收黎智英錢，你不知愧恥，我都冇同你計數，啱唔啱？呢啲係叫做咩咧？賊喊捉賊。好多謝你，你6號嘅時間已經用完啦。2號想回應係嘛？你着住麥通匪類嘅衫，匪類即係共產黨，但係你嘅袋就同共產黨嘅人係通嘅，邊個係通緊匪類咧？好。咁啊，時間嘅關係，我哋喺度休息陣間先。